看来我们家的泰娜不喜欢这位小姐，那么我就选她吧。奶奶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我上楼了。你这孩子，你真调皮。二位小姐，慢走。没想到顾西城竟然用这么可笑的方式来选择，是挺可笑的。不过你也不要得意太久，还不是因为好运。说到底，还是我成全了你。运气有的时候也是实力的一种，就算自己什么都好，运气差，恐怕也成不了大事儿吧。那好啊，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？这些是我的事，用不着你替我操心。好啊，那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。西城啊，奶奶，奶奶知道你对我有些不满，你是不是觉得奶奶在逼你结婚呢？奶奶，没有，我没有要怪您的意思，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不认识，突然一下要生活在一起，还要睡在一起，我怕我适应不了这样的生活。人这辈子啊，总是要找个伴儿的。我年纪大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啊，就去找你爸爸他们去了。所以趁我还在，就想给你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媳妇儿陪着你。人和人之间啊，那都是相处出来的，知道吗？奶奶现在唯一的心愿啊，就是能早一点看到你的孩子，那样我也就没有什么好牵挂的。奶奶，我答应你，结婚。那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好运能好到什么时候。顾西城身边美女如云，就凭你的姿色，就算当了总裁夫人，你的位置也坐不稳吧？你的脸型很好，不需要动刀。医生，我并不想开刀，我的意思是，你有没有其他办法能让我的下巴更尖一点，脸上轮廓更好看一点呢？你如果一定要做调整的话，脸部嘛，打一些瘦脸针和轮廓针。下巴，我可以给你注射一些药物，起到填充的作用。好，那我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做呢？我想快点，因为我马上就要结婚了。好，我现在就给你安排注射，让你做一个完美的新娘。好。你说什么？你要结婚？对啊，请柬不是给你们家送过去了吗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说结婚就结婚的？我奶奶年纪大了，想抱曾孙子。那真爱呢？不找了？真爱继续找，婚呢该结结，结完婚呢该怎么玩怎么玩。没那么简单，结婚了，宝贝儿。
结婚呢，就是安抚我奶奶的心，我奶奶开心了，那就好了。至于以后的事儿，以后再说喽。以后再说。好，作为兄弟，我配合你。过2天，我也结个婚玩玩啊！够意思。我的脸到底怎么回事？何小姐啊，根据检查的结果和观察，可能你自身对于注射的药物十分的敏感，再加上你的免疫力低下，以至于引起过敏的反应。就是说我被你们毁容了，是不是？我马上就要结婚了，你知不知道我嫁的是谁？你赔得起吗？何小姐啊，发生这样的事情啊，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。这种药物在其他人身上注射的时候，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反应。这次的事情啊，是个意外。不要跟我谈什么意外，你现在就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？何小姐，你别着急啊。现在我们医院无法对您的脸部过溢的情况进行处理，但是我们省外的总部可以处理这种情况。这样我们会负责手术的全部费用。不要再说了，你就告诉我，我的脸到底能不能恢复？能，或许比以前更好一些。